学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线上主日学的时间了。那在我们主日学的一开始，一样邀请大家跟我们的朋友以乐同学一起来唱这首敬拜的歌，叫做《有一位神》。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世袭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世袭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世袭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世袭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世袭在今在永在的神。哇，谢谢以乐同学用这么温暖然后可爱的笑容带我们来唱今天的敬拜。那雅茹传道要分享今天的故事之前，你要来问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周是讲谁的故事呢？就是讲摩西的故事，对不对？上一周雅婷老师讲到摩西他怎么样在荆棘里看到上帝，然后被上帝呼召去找法老王。那今天雅茹传道就要来讲他的下集咯。那在我分享之前呢，也邀请大家先来听一段图画书。那真是一段黑暗的时期，上帝已经在埃及降下9个可怕的灾难，狮子、苍蝇、青蛙、冰雹，
随便你讲一个。但是法老还是不肯让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离开。现在最后的第10灾即将临到我们，死亡已经接近。即使在这种最黑暗的夜晚，我们还是有盼望。上帝答应我们要拯救我们。虽然埃及人所生的长子都死亡，上帝说他将会超越过他百姓的房屋，就是那些有把羊血抹在前门上的人家。当我们与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度过逾越节晚餐时，我觉得好害怕，毕竟我就是家里的长子。我在家里很安全，但是我听得到埃及的父母亲在他们的长子死掉时所发出的尖叫声、哭喊声。第10灾来得快又无情。在那个夜晚过去之前，法老把摩西和他哥哥亚伦叫到皇宫来。法老自己的儿子也死了，眼泪顺着他那愤怒的脸流下来。他指着远方的山丘，大喊着：“给我出去！”就这样，我们全部的人，以色列人远超过100人，迅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匆忙离开埃及。但我们还是不安全。我们才刚离开，法老就改变心意了。他派出埃及所有战车、马匹和军队来追我们。等到我们看见他们追上来的时候，已经无路可逃了。我们被困在海边，动弹不得。可想而知，我们非常惊慌。哦不！我们大叫，我们死定了！我们逃离埃及，最后只能死在荒郊野外。保持冷静，摩西说，站在原地站稳，看着上帝来拯救你们。一如往常，摩西是对的，上帝又再次保守了我们。上帝的使者到我们的营队后面保护我们，一向指引我们路程的巨大云柱，这时绕到我们的后头，阻挡了埃及人的去路。云柱一整天都在，到了晚上就变成火柱。接着上帝做了一件更神奇的事情，上帝要摩西向着海举起他的手，周围刮起了强风，海水就从中央分开了，立起了2道高耸的水墙。上帝开了一条干路，让我们可以渡过红海。我们赶紧收拾行李，开始走过那条海底的路。水墙依旧立在2侧，没有任何一滴水溅到脸上或淹到脚上。在此同时，法老很惊讶地张望，他的愤恨转成勃然大怒。他高声嘶吼，命令军队跟踪我们。我们回头一看，刚好看见士兵们驾着战车踏入海底，就在我们后面。他们迅速往前冲，几乎快追上了我们，但我们还是继续前进。上帝做了一件神奇的事，我们能做的就是一直往前走。我们全部都到达海的对岸时，上帝要摩西再一次举双手，水墙就降下来，淹过那条干路，海又变回原来的样子。海浪一波一波冲击法老的士兵和战车，我们只知道所有的军队都被水淹没，无人生还，全部都消失了。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就只能站在那里惊叹，又感到敬畏。我们又哭又笑，互相拥抱。在埃及做奴隶超过400年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上帝真的拯救了我们，我们终于自由了。
哇，听完这一段故事书，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哇，上帝在那个时候对埃及发那么大的烈怒，把许多埃及人家里的长子都杀了，但以色列人却全家平安，真是让人又敬畏又感到感谢的一件事情。真的，上帝有的时候会做很多我们不了解，但是又有他美好心意的一个引导。那到底为什么今天会发生像以色列人家庭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呢？雅茹传道就帮大家复习，然后也跟大家说明一些故事里面的细节哦。首先呢，上次我们知道摩西按上帝的命令要去找法老王，请法老王放以色列人出埃及，让以色列人可以去敬拜上帝。但是我们之前听过主日学故事的小朋友都知道，摩西去向法老王请求了10次，但是法老王都没有要听摩西的话而且中间不只是摩西去请法老王而已哦。摩西请完法老王，法老王拒绝之后，上帝还借着摩西的手降下了好多样的灾害，总共有10样的灾害。但是呢，法老王每次在那些灾害平复之后，他又觉得说，不对啊，我才是埃及的王啊，我为什么要听这个我不认识的耶和华上帝的话呢？我才是老大啊！所以埃及王他一直内心非常的固执，他没有要放这些以色列人离开。而直到这最后一次呢，当上帝给埃及法老王第9个灾害，就是黑暗之灾之后，法老王看到摩西又来请求他让以色列人离开，他忍不住对摩西下最后通牒了。他说：摩西，摩西，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你下次再来找我，就是你人头落地的时候了。哇！所以法老王已经内心固执到他不愿意再听摩西做这样子的请求啊，所以摩西没办法啦，他就只好回去。然后上帝这个时候就跟他说：摩西，不要害怕，在第10个灾害，我一定会让埃及王还有埃及全国上下都希望以色列人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最后一个要来降临在埃及这块土地上的灾害是杀长子的灾害。哇，这实在太恐怖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灾害呢？就是说，在耶和华讲定的那个晚上，上帝会派出要杀人的天使，在那个晚上呢，他会杀害从皇宫到奴婢，甚至是到一般人家里养的动物，这些家庭里面的长子，法老王的大儿子，或是仆人的大儿子，或是家里面牛羊的第一胎，都会被上帝杀死。哇，那我们听到就会觉得说，上帝怎么这么残忍，这么不人道？为什么最后一个灾害要这样子拿人家的性命？有的时候雅茹传道在预备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上帝好凶哦。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看之前出埃及的故事，就会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人类做的也不见得比上帝做的还要温和上帝呢，他虽然说要带走埃及人所有的长子，但是呢，他其实在带走或是要降灾害之前，都会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是会看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的。上帝的心里是有公义的天平。比方说，上帝会想要这样子帮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开始是因为什么？一开始是因为上帝看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这块土地受了好多的苦，他们被
埃及人恶待、虐待。这些恶待和虐待，我们不知道这过程中已经死了多少的以色列人。就比方说，法老王也曾经要求过，只要有以色列人的男孩出生，那这些男孩都要被杀死。那到底是上帝杀的人比较多，还是埃及王杀的人比较多呢？那上帝按着他公平的判断，有错的，有犯罪的，你就要付代价。那这样子到底是合理还不合理呢？这个就交给大家去判断。但总之，第一个，上帝他是有公平的天平在他的身上的。第二个，上帝要施行特别的审判之前，他都会无限次的告诉大家他要做什么，而且给大家警告。就像他要做到最后，让埃及的法老王的大儿子死掉，他前面已经经历过9样的灾害，还有提醒的，但是法老王仍然没有去体会到上帝是天地之间的主。那这样子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只好有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过程。好，第三个，上帝往往不会全部的杀尽，他都会给人一条通往生命的道路。好，就算上帝今天要派出杀人的天使来审判，来在埃及这块土地上惩罚这些恶待别人的人，但是上帝也指示了以色列人，那他们可以怎么做，他们的生命会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底当上帝要派出会杀人的天使来施行他的审判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听上帝的话，度过这一个黑暗的晚上。首先，当摩西被法老王拒绝之后，他回到家里，上帝就跟他说：摩西啊，摩西，你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要发生的日子是那一天，但是在那天之前，大家要一起预备一些事情，这样我就不会杀你们。怎么说呢？他告诉摩西说，首先你要告诉每户人家，他们都要预备一只1岁的羔羊。那这只羊呢，它必须非常的健康，然后没有残疾。那这只羊呢，他们挑好之后要观察4天，就看这只羊，这4天有没有什么怪怪的地方啊，或是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那如果这4天这只羊都非常的正常，哇，那这只羊就是一个可以献给上帝的一个宝贵的礼物，也可以给以色列人来吃。所以呢，当这只羊挑好之后，第二个就是要来做一顿逾越节的晚餐。那逾越节的晚餐会做什么呢？就是那一天，这一户人家就把他们挑好的那只小羊给杀掉，然后呢，做成料理来把它吃掉。那在杀掉之后呢，这户人家要把这只羊咩咩的血沾在他们家的门上。好，那这样子，上帝的天使来的时候，看到这户人家有这个血的记号，就知道说，这些人呢，他们是在上帝面前悔改的，愿意跟随上帝的路的。那这样天使就不会去伤害这户人家。那天晚上呢，他们全家就要来吃这只羊的肉。好，还有第二个要吃无酵饼，第三个要吃苦菜。那这3个食物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哦。这个羊咩咩的肉呢，就代表他们已经在上帝面前愿意听上帝的话，所以他们用这只羊杀掉，代表他们自己愿意听上帝的话，悔改的心，让这只羊代替他们死掉，所以上帝就不会去杀这些人家里的孩子。那还有无酵饼，无酵饼就代表说，这个面包呢，它还没有办法发酵，发酵就是说它不会蓬蓬的，就代表说他们呢很快就要离开埃及这个地方了，所以他们没有很多的时间能够来预备好吃的面包，就吃最简单的一种面包。第三个，吃苦菜，
那苦菜是什么呢？苦菜事实上就是一些生菜的集合，那它的味道会比较苦涩，就是让以色列人记得他们在埃及这个地方是度过很辛苦的一段时期。所以这3样东西呢，后来就变成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他们逾越节的时候会吃这几样的一个料理。好，回到出埃及记的故事的时候，晚上以色列人大家就把这些东西吃完了。吃完之后呢，他们不是在家里随便穿着很舒服的衣服哦，因为上帝有提醒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就要预备离开埃及这个地方了。哇，所以他们每个人都穿布鞋，有没有背背包啊，然后背着可以出去的那个拐杖啊，什么东西都拿好了。他们那时候是腰束好皮带，衣服穿好，穿上可以步行的长久的凉鞋，预备就要离开这个地方。那果然，那天晚上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埃及人的那一边传来了好多的哭声，因为他们的老大都死掉了，包含法老王的大儿子也都死掉了。那就只有以色列人这些有在守逾越节的家，他们的孩子都没有事情。那就在半夜的时候，法老王受不了了，他就马上叫摩西来跟他说，你们全都给我走，不要再待在这个地方了，你们待在这边太可怕了。于是摩西就带着整群的以色列人，那这些人就带着他们的锅碗瓢盆，他们的旅行用品，还有他们还顺便跟埃及人要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就这样子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埃及。那之后的故事，他们一路上蒙上帝的保守，虽然法老王后来又派士兵在后面追他们，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帝在以色列人的路上行了大神迹，让红海分开，他们过了之后呢，让水回来，以至于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绘本，埃及的士兵没有办法来追上以色列人，他们就平安的度过了这一个劳累的时期，而出了埃及。各位同学，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不知道大家从今天的故事有没有更了解上帝是谁，还有我们人是什么样的生物呢？我们看到上帝他在整个环境，在人的生命中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真的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上帝他做事是有公平，而且他愿意很多次的提醒人跟人互动，最后他给人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听他的话，走生命的道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人很多时候是很软弱的，就像法老王，就算上帝警告了他9次10次，他还是不听。明明他每一次都有机会可以再选择对的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习惯选择错的东西，一直错下去，错到一个阶段之后，一些事情就再也回不来了。就像法老王，他拒绝摩西到了第10次之后，他的一个孩子死掉了，那个孩子是怎么样，也不太可能再回来了。这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会被在乎我们的人说，假如你这样吃不健康，某某某你这样吃以后对身体不好。但是我们因为习惯的关系，我们习惯这样吃，我们习惯不吃这个，只愿意吃这个。我们一开始可能都觉得还好，但是到一个阶段，身体真的不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算我们生病了看医生，身体恢复了，但可能也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跟原本一开始那样最健康、完全不受影响的状态。所以愿我们每个人了解上帝的心，也了解我们生而为人的软弱，在上帝还给我们机会能够转向他、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快快的跟随他，不以自己的看法为大。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够跟随他的力量，都有能够在他面前悔改，走生命之路的这样的智慧。
那我们最后就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你是行奇妙可畏的事情的主，我们也发现你对人是那么的有耐心，常常是不断的提醒，也告诉我们怎么走，你会保护我们，你会使我们得平安。所以亲爱的父，恳求你帮助我们对你有信心，知道你是公平的主，你也是愿意给人生命的主，帮助我们走生命的路，不走灭亡的路，而且愿你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柔软，不像法老王那样子的刚硬。那我们在事情还没有太糟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会有新的力量，依靠你来走更好的明天。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把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恩惠交还一些些给上帝，表示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而我们也愿意敬畏神。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难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别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求主保守台湾，希望2年凌晨疫苗第1、2剂的施打能顺利完成。接下来为主日学的服侍的老师们代祷，求主保守每位老师们的生活满有圣灵扶持帮助。最后为同学们新学期生活有神同在的平安代祷。大家好，我是波波安。我今天要讲的是诗篇42章第8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给我生命的神。是诗篇42章第8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给我生命的神。谢谢大家。Hello， 主日学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如何呢？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9月份因为文文老师换了工作的地方，所以现在我每天都会开车经过海岸。经过海岸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蔚蓝的天空跟蓝蓝的大海，其实看了之后心情非常的好。
但是有时候经过的时候，天气状况不太好，乌云密布，看到海面上大浪小浪不断的打上来，黑压压的，其实看了心里面有一点闷闷的。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不管是晴天、阴天或是雨天，都是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哦。就像新冠肺炎的疫情一样，虽然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常常见面，但是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待在家里面，跟家人一起相聚在一起，这也是一种恩典。在这里，我们老师要祝福大家，新的学期有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平安健康，也期待我们能够早日回到教会，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来更多认识我们的上帝。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